这边就没有办法烫开啊。那烫开的话，它这边就会有痕迹，所以我们会利用一些道具，像这样子的道具来烫。特制的道具、小熨斗外加裁缝，每年工坊的妈妈们都是芭比的服装设计师，包括整个造型，包括整个配件都从像这个鞋子也都是手工的啊。那头发我想芭比绝对没有我们像这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造型，发髻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做的。绝对比车缝大量生产更特别。50年代，芭比娃娃工厂设在泰山 ，Made in Taiwan 的粉红奇迹，现在换成蓝山，秀出另一种精彩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，是农忙之后，是客家妇女难得可以坐下来，对，所以他们就做一些点心，然后家里就在这边聚一聚啊，聊家常。凭借着对在地文化的热情，古翠娥和志工妈妈们发挥创意、好手艺，将芭比娃娃服饰融入历史与文化，让芭比变成台湾姑娘，让外国人好惊叹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台湾其实不需要靠什么金流，我们用我们的文化出去，我觉得就能够国民外交了。所以我们也很自傲的认为，我们为台湾打一个国民外交。你好忙哦！我应该天数嘛 game 哦，要我帮忙什么吗？像你同来天拿一下。哦，就请我帮他拿一下，因为这样剪才比较省事一点，因为好多东西都小小的，其实很费工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。20年的代工时间，曾经有过半数的泰山乡民都在做着芭比娃娃，全球知名，但毕竟是说着别人的文化。现在这群泰山妈妈们努力，让芭比娃娃穿着台湾传统服饰、台湾客家服饰，开始说我们的故事。我应该天数嘛 game 好，唱同爱天拿一下。我应该天数嘛 game 好，唱同爱天拿一下。